花莲的国立东华大学校园内底又搁发生车祸，一个查甫同学伫桥倒摆洗滑的时阵，去弄到电火条，人倒伫路边，送病院急救，嘛发现讲伊的酒精浓度有超过标准哦，目前人是阁有性命的危险。 接到有同学伫校园内底发生车祸消息，警方甲救护人员赶到东华大学内底救援，只看到一个查甫同学倒伫电火条边啊无意识，现场真乱，无其他的车。本分队救护人员抵达现场后，发现民众已经呈现昏迷，并且面部有大量鲜血。那本局救护人员立即给予包扎止血以及 IV 注射以及断血源药剂的注射那患者我们后送慈济医院抢救。这当个读东华大学英语系13岁姓潘学生，一笔透早骑机车经过校园内志学路，无细致伫转弯时阵弄电火条送病院去救了后，发现伊体内酒精浓度超过标准。潘姓男大生骑乘普重机，沿校区自学道东往西方向行驶自撞路灯，造成腹部受伤，送医急救，目前仍昏迷中。经抽血检测，酒测值超过法定标准，涉嫌公共危险罪。 东华大学这几年来校园车祸真多，尤其是这转弯的所在发生过几啊件死亡车祸。学校也想要装减速珠或者是测速设备，不过上重要也是服务动物爱骑较慢的。校内有2个回弯是在限速在40，但是一般校内道路我们都限速30了。机车的安全是校内我们的重大的要求事项。新生进来的时候还要取得家长的同意，而且还要有上课。 课程完之后才给你许可。另外，花莲市石饼路也发生机车甲小货车对撞的事件，其中53岁姓罗机车技师脑出血送医急救无效，双方拢无酒精反应，事故原因爱个调查。记者综合报道。